镜周刊报道，第14届 Box 风云榜在小巨蛋举办颁奖典礼，开场大秀由 Box 年度风云歌手、金曲歌王萧敬腾、老萧领衔开唱。最近受感冒所苦，老萧带着沙哑的声音说，唱歌的时候不痛，还好是演唱会结束后喉咙才痛起来。被问是不是因为这样才想买围巾，他摇头，没有啦，那天已经不舒服了，再提围巾事件。老萧笑说，大家不要再一直讲这个，怕周董会不好意思，我怕他尴尬癌发作。昨天他们周队夜打篮球，由周董买单出球场租借费用，周董就很慷慨抢着买单，想要大家忘记这件事。老萧说，不要给哥哥太大压力，哥哥需要有被捧的感觉。现场媒体羡慕地说，也想喊周董哥哥。老萧笑回，尽量喊，尽量喊。延伸阅读。